现代第一版圣经雅各书第1章。我雅各是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要甲所有分散伫逐所在上帝的子民请安。兄弟姊妹，恁拄着逐款试炼的时，着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，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。恁着忍耐到落尾，才会当达到完全佮完整，拢无缺点。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，着对上帝祈求，伊会赐予恁，因为上帝话真慷慨，无保留，赐予拢总的人。不过，恁着靠信心祈求，毋通犹豫。犹豫的人，亲像海涌，互风扫，起起落落。即款人三心两意，所做无定性，免想要对主得到什么。善车的兄弟姊妹得到上帝提升，着欢喜；富裕的人受上帝降价，嘛着欢喜。富裕的人会亲像草花谢去。日头一个出，小风一个吹，草打去，花谢去，伊的水就消失。富裕的人嘛是安尼，会伫无用喷泡的中间消失。忍受试炼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伊有经过考验，为领受上帝应允互听伊的人活命的花冠。人受引诱的时，毋通讲我互上帝引诱，因为上帝袂受邪恶诱惑，伊家己嘛袂引诱人。人受引诱，是互家己的欲望引诱陷害。欲望发因就生出罪恶，罪恶生熟就产生死亡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一切美好的赏赐，甲一切完全的恩赐，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，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息引起的影。伊照家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来造咱，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，毋通急要讲，毋通急要受气，因为人会受气，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。所以，着消除一切拉残的习惯，甲惯满的邪恶，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。着实行道理，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。若有人听道理无实行，伊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的面相，详细看了后，一个离开，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。毋过有伫详细查考，互人得到自由，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伫坚守的人，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赐福，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。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舌，实在欺骗家己，这人的敬虔拢无路用。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，对被上帝看起来，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。